現代人的生活甲塑膠的關係真密切，為包裝的材料、容器到電子產品的外殼建材，攏有塑膠的存在。這項在19世紀重要的發明，當初是為着耐用，嘛為着要來找找天然材料的替代品。在21世紀的今仔日，卻因為計數真俗，造成全球高達8成塑膠真歹回收的環境重大的負擔。統計資料顯示，台灣的塑膠資源一年的需求大約355萬噸，使用了後的塑膠製品再利用回收率只有4成左右。每一年3月18日是世界回收日，為着要來打破掉塑膠製品用了就單調的模式，連鎖的目鏡行甲回收大廠合作，甲穩型目鏡盒再利用，將做全新的產品。安尼的概念嘛延伸到設計領域，像甲廢棄的盡能殼變做繽紛的家具，甲回收的杯仔殼化身做居家小物。一場在台灣的在職的革命，安怎來扭轉掉塑膠的命運？做伙來看。塑膠可以無限循環，不能以回收的名義我就做一個爛東西，那就是從垃圾變成垃圾。塑膠除了一次性，它可不可以以另外一種全新的方式留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因為它除了方便，它也可以長久啊。全球的20%塑料是被回收的，那剩下80%它可能是因为難以被回收，是當廢棄物在做處理，把它的再利用率提高，這對整體環境來講也是非常有價值的。佩戴拋棄式的隱形眼鏡，每天都會製造出像這樣子的塑膠垃圾。但你知道嗎？它其實不是一般垃圾，它可以被回收再製，賦予新的生命。細細個透明的盒仔，是生活中上接互看見的廢棄物，通過風力循環，這條塑膠命運的曲線。的改變。這裝隱形眼鏡裡面，這個我們叫 PP 杯，它是可以回收的。那你之後可以拿到我們店內，那它可以就是雷點，就是環保愛地球。好，我想說，因為平常都是把那些當做一般垃圾拿去丟掉，原來它這邊可以拿來做回收這樣。對，所以以後你也可以跟朋友、你的親朋好友講，它是可以回收的。我也覺得蠻震驚的，因為原來這個小小的東西是可以拿來被回收用的，所以我就覺得哦，那我可能會。每天可能多走一下步，然後在門市回收這樣。這個 PP 杯水盒的這個材質是可以再生回收的。那因為海洋生物其實受到蠻多的污染，跟 PP 杯其實也有很大的關係，因為這是隨手可得的一個商品。2024年的9月到今天，我們的回收量已經高達到1560公斤了。廢棄再制回收去做這個環保的概念，那也是我們所要負的社會責任。回收穩型目鏡的塑膠空盒仔，佫製成特定商品，實現塑膠的封閉循環。目前已經有超過56000人參與。就稍微擦一下，然後其實不用擦，你就甩乾就可以了。對，因為我看客人拿回來一袋一袋也就還好，就乾了就好。收起再拿過來。可以，或者是你要2個拿來可以。現在大家都很有那種環保的概念的，所以其實這個活動很多客人剛開始他會覺得說，哎，這個點數很少，可是到後面其實他們不在乎點數的問題。不過對企業來講，困難的不是理念的宣傳，是回收成本的挑戰。溝通成本跟運輸成本是我們沒有預期到這麼高的成本。在結賬的時候，我們會跟客戶說，這個可以拿回來做回收，然後降低一些成本，然後讓客戶也可以一起參與。運輸成本就是我們是為了降低碳排，每一個經理開會的時候會拿回到總公司去。收集來 PP 盒仔送去塑膠回收廠，佇咧專家的眼內，這不是糞掃，是寶藏。
像隱形眼鏡盒這種包裝那麼小，因為它太小，沒辦法再單獨挑出來，所以它可能只能跟其他的一些塑膠廢棄物混雜在一起。那最終它做成我們叫回收雜料之後，它可能會往一些比較降階、低階的產品去做生產。隱形眼鏡包起来它的顏色是非常好，这是我們回收裡，在我們在講回收料裡面最夢寐以求的一個回收來源。對啊，如果透過這樣樣的方式，我覺得是非常好，就是說我可以把它的價值發揮到最大化，就是當它不會去做到降階，而反而是可以讓它去做升級的一個產品的再利用。把這樣的碎片再跟我們配方的料去做一個混拌，再到我們的造粒設備，就是壓铸設備去做成粒子。溫情目鏡阿爸加脆做透明脆片，進一步製造做塑膠粒仔，改頭換面，加做實用的雙面目鏡盒。再生塑膠跟用原生塑膠、新料塑膠做的產品，它一定會有一些本質上的不同。當然，其實在功能性上絕對是不會有問題的，它只是在外觀性上可能會有一點稍微的顆粒點啊，會有一些顏色稍微比較不是那麼的豔，希望消費者可以接受這一段，然後多使用再生產品。廢物除了就是說它其實很通用。就是它的耐化學性很好，所以它這包含說它可以做在一些瓶罐類啊，做在一些生活用品類之類的。對，所以它相對於一些像比如說像 PS 這樣的一個材質來講，它在業界來講會相對比較可能更環保、更安全一些的一個材質。透明、無印刷、佫無老家的優勢，佫加上耐化學性好 ，PP 是相對安全的可再生塑膠。一般塑膠原料經過製作，敢若會當一次性使用；不過再生塑膠經過材料循環，會當延長生命週期。為一次性的使用，擴大做無限循環使用，實現用循環代替線性的廢棄物處理思維。循環模式的方式，來把這些品牌啊，或是這些企業製造這些塑膠廢棄物，自己去做回收，自己再做再利用，來去鼓勵大家用更多這樣的一個材料。對，所以我覺得它並不會說成本比較高或什麼，它其實是把環境成本的部分由政府轉嫁到企業社會這邊自己來去做承擔。根據環境部2023年統計，台灣國內塑膠資源年需求大約是355萬噸，透過回收系統轉化做再生塑膠，推高回收再利用量大約是130,000噸，回收率大約是40.8%。另外，紅當做一般本數做分化的塑膠製品，大約是140.8,000噸。這嘛表示真濟細型的 PP 廢料，因為分類無簡單，怎分化？所以台灣設定目標，2030年塑膠包裝需要增加30%的再生料，來提升再利用率。金屬鍛造廠第2代謝祖平為這套兩殼出發，讓廢棄物設計靈魂，打造新塑膠循環經濟。七彩透明的這套兩殼，加脆了後的塑膠脆片，經過熱壓過程了後，華麗變身，加做新印象派的花瓣杯仔珠模樣來呈現。滇攏是機械優美的傳統廠房，謝祖平甲工作盤時常機，佇咧硬道的工業環境中，發展出有溫度的塑膠烏托邦。製造業的萬本不離宗啦。其實雖然材料不一樣，但是專業不同，但是其實它在中間的管控跟協調那些的需要的能力是差不多的。這是第一個。那為什麼選塑膠？那當然也是因為工法做出來的花色是很漂亮的，看起來很繽紛。我覺得蠻烏托邦、理想社會的那種感覺。因收集7套兩殼、水桶、牛奶罐等消費性的塑膠廢棄物，嘛甲工廠製作過程的塑膠欠點片甲剩的料，擱再製成再生板材。透過熱壓的方式，然後先再製成像是板材類的一個材料，再生材料，我們是100%的這個塑膠回收再製而成，對，我們就沒有透過染色或是再加新料的這個流程。材料特色最主要就是從外觀上可以分辨得出來，它就是非常的繽紛，而且它是忠於我們原本回收的這個廢棄塑膠的顏色。
回收塑膠的材料，我們目前在獎杯講座上有大量的使用，它其實也是符合ESG環保的這個需求的趨勢。像我們常態用在小家具上面以外，我們也發展應用到品牌的 logo， 或者是說像飯店電梯裡面的一些數字的指示牌，它取代的就是我們傳統可能用亞克力或金屬的這個指示牌的一個材料。那再用我們這個回收塑膠的這個板材，最好的部分就是它可以再次再被回收。這場材料革命，讓因的產品摕到 IF 設計獎。不過，塑膠的回收成本敢是比原始材料更加高。在製品的計數敢是符合消費市場的期待。循環概念之下，經濟價值也有經濟記錄。塑膠一開始是為了方便大家做永續，這個東西用很久去使用。但是因為這個全球化跟價格等等的，那些價格越來越低，低到我用一次丟掉都不可惜。它背後的代價是由這個大環境去承擔的。你可以花可能1/3或1半的價格去市面上文具行就可以買到塑膠製的筆呀，或者是書架啦，或者是吊飾啊，就是這些東西。那為什麼要用我們的？那是因為其中有一個我們減少了這些東西流入到環境的一個可能性，然後我們把它賦予，透過設計，然後讓它有一個價值。同款投入新塑膠循環經濟的，還有為服裝設計產業轉行的王瑞雅甲柯文薇。這個烏白色有起一個工作室，是因甲塑膠烏塗變黃金的秘密基地。蓋子其實可以看到上面都會有標示，就是5號 PP 塑膠。它只是碾碎到比較小的碎片，這樣我們等一下在做一個材料融化的時候會比較容易分散，然後它也可以造成一些比較特殊的流體紋路。就是為了要讓紋理比較明顯，我們可以加一些隱形眼鏡盒，這邊是隱形眼鏡盒碾碎的碎片。然後白色的話，我們可以加一些咖啡杯蓋。回收的溫型目鏡盒仔、杯仔掛、電爐盒仔，洗洗了後用色水做分類，用色水開發甲設計做核心，升級再造塑膠製品。剛剛的這個在參考。對，通常都是到開模的那一刻，所以才會看到產品的效果。顏色很美。溫柔的色彩甲導開流體的紋理，甲原本較歹嘅塑膠提升到高質感設計商品的層次。不過再生設計品的工序是真複雜，是真歹甲大量生產的塑膠來競爭。就介紹來講是較無贏面。一開始反應一定會是覺得塑膠袋才那麼便宜啊，只要一標循環或回收這個東西，它價格就上去。很多時候是他們不了解，還有資訊沒有不夠透明，就是回收循環背後耗時的人力還有研究各個設計實驗精神等等。設計的價值就是除了讓你方便、讓你好用之外，你又可以一直持續的使用它，然後你就會跟它有新的回憶吧。愈來愈多企業把塑膠廢棄物製成品牌紀念品，加入這場材料革命，這攏是經過長期溝通，讓民眾嘛會當佇新塑膠循環經濟當中，正做付出甲實踐的角色。這個計劃跑了1年多，大概有回收了超過10萬個隱形眼鏡殼。這個循環好像是一直可以持續下去的行動。我們可以把這些機器帶到現場，直接讓民眾或者是他們的 TA 去體驗，然後他就可以現場看到，我戴的隱形眼鏡或我用過的扭蛋殼等等的資源，只要放到機器，然後加熱一下，然後轉，就可以變出一個新的東西。這件事是讓他們覺得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希望可以媒合不同的企業說，你們想要做，譬如說開發產品或者開發禮贈品，或者等等的，有什麼需求，我們是不是可以讓這個回收過來的資源變成新的東西，陪伴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所以我覺得目前遇到的挑戰就是，回收的量能，然後趕不上我們製作再製的量能。關懷環境，堅持設計美學，因的創業初心是想要在咧塑膠循環計劃世界地圖插旗啊，佔一寡地盤。其實我們本來都是念完服裝設計，就很自然就是在台灣找個服裝產業。其實服裝產業不得不說，有一點浪費。
這邊就是一定會有一些損耗或沒車好，每年大整理、大清倉公司的時候，就發現滿坑滿谷的這些廢料。身為設計師，怎麼會是好像感覺一直在幫忙製造垃圾，就覺得好像很不應該。設計應該是可以讓生活變得很美好。然後在國外留學的過程，其實就認識到一個荷蘭的塑膠回收組織，它就叫 Precious Plastic， 它就教你怎麼做回收機器。你想要怎麼開啟循環計劃，我們就教你怎麼開啟循環計劃。然後你可以像我們一樣做手動射出，你也可以做塑膠壓板，這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做，然後它都很透明的，讓你可以獲取這些資源，因为它就是希望可以有更多人了解到塑膠回收以及塑膠再製的這個價值是可以很高的。為歐洲學習到台灣路途，為溫馨物件盒到七頭兩殼，通過封閉循環的流程，會當永續重生。塑膠有機會脫離過去環境公敵的惡名，正做對地球上界溫柔的承諾。